我都说了，我爹扣着船呢。那怎么上岛啊？王姑娘，咱们现在赶时间，得比你爹先回岛上。没船也能上岛。这是大圆，有点见识，我第一次见，还以为是乌龟呢。还等什么？上来啊！别看了，没字。你哪儿学的大圆？小的时候湖边遇上，渐渐就熟了。他总不可能天生驼背，这大圆恐怕有自己的来历。要不你自己问问他。他还会说话？嗯，他还会念诗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总比哭丧着脸好。也是。大黑，咱们快些回岛，赶着救人呢！这是你给他取的名字？他长这么黑，这名字再合适不过了。你能招来大圆这事儿，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否则会招来横祸。我懂，若不是事态紧急，我也不会让你知道。放心，我不会说出去。你为什么要救我们家？救人需要什么理由吗？你爹安排好一切，如今你搅乱布局，就等于让靖安王无路可退，岂不是很难离开信州？是啊，我也明白，我只要狠狠心，按照徐骁给的规划走，就能安然离开。但是人呢，有时候还是傻点好。人不是越聪明越好吗？之前3年游历江湖的时候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叫做温华，是一名剑客。很厉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过？他随身佩戴的是一把木剑，平生与人交战，从未胜过。木剑。穷，买不起真的。你怎么会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？我跟老黄那个时候比他还穷，偷鸡的时候遇到他，一起逃命，后来就成了朋友。温华这小子，偷鸡摸狗，什么事儿都做过，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，脸上呢，脏兮兮的。还整天嚷嚷要做就做一流的剑客。哪有这样的剑客？是啊，我也这么说过他。那你怎么突然提起他？我们结伴一起走过一段路，最穷困潦倒的时候，都快饿死了。有人出100两银票雇温华杀人。
他杀了吗？他把银票扔了。因为要杀的是好人。我也问过他，都快活不下去了，为什么不把银票收起来？反正剑客嘛，总是要杀人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他心里的剑客可以邋遢，可以混蛋，但心必须要干净。如果为了活下去什么事儿都能做的话，就不配提剑了。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特别傻？他明明手里只有一把木剑。还好。我也是傻，把他这话听进去了。所以，你不愿意牺牲我们王家，是因为你也想做个心里干净的人。我大概是做不成剑客，但我也想好好做个人。文华说，人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心中有愧，所以我不想取舍，不想妥协。我只做我心中认为对的事儿。是很傻，我都不知道你这样的人怎么接受北凉。是啊，我大概不是这块料吧。但我还挺希望看见你这样的北凉王，不取舍，不妥协，听着很傻，但是北凉交在你这样的人手里，应该会很有趣。举家前往北凉，有什么疑问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等老爷回来再说呀？就是王伯的意思，不信你问你家小姐。没错，我得让大家尽快出发。这太仓促了，衣物家具还都来不及收拾呢。只带钱财和随身衣物，人先出发，其他东西回头再说。这，我还能骗你们不成？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世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逃出去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王伯回来晚了，已经有船起航了。什么船？他起航去哪里啊？回北凉。谁回北凉？咱们家。万万不可！人已经走了一小半了。王家此事不能走。
王伯觉得下一任北凉之主，除了我还能是谁？非世子莫属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下得令你要违抗吗？不是考验，是大将军另有安排。是你全家换我出青州，对吧？事情有变，徐骁改了计划，如今不需要王家牺牲了。这么大个事儿，我还能骗您不成？您赶紧上船，回了北凉，还有好多重要的任务给您呢。那靖安王他怎么肯放您离开青州呢？徐骁都安排好了，您再不走，才是连累我呢。这样吧，我有徐骁的手令，我给您看。王伯这是喝多了，快扶他上船。听世子的，快把我爹扶上船，立刻出发。是。你打我爹？不然呢？不打，让他留在这儿等死吗？打了就打了吧。这才是孝顺女儿。这样，你来主持这边，尽快搬走，累赘就别带了。你去哪儿？回襄樊。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？我又不回北凉。你觉得我连这点度量都没有吗？打开呀，我也想看看他能送给你什么样的珠子。边角料做的，自己看看吧。薄礼一份，烦请婶婶明日午后赶往芦苇荡，侄儿想亲眼看你戴上。父王，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？王家跑了。什么？王林全全家坐船跑了。全跑了？是，走得太匆忙，等得到消息，船都离开了青州水域了。追吗？水师不能离开青州，这是军令。怎么追？许丰年呢？人还在客栈，但已经收拾东西了，说是明日启程，继续东行。既然是世子送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里面的信呢？好歹叫我一声王叔，明日你就带我去芦苇荡送他一程吧。北凉世子不可轻慢。知道了。许丰年这个小子，
把自己和我都赶上绝路了。去把地牢那位请过来吧。父王，赵海见过王爷。明日，徐凤年就走了。徐凤年走不走这不重要，还是看王爷想不想让他走。上次你说有把握杀他，杀徐凤年的人，我以为王爷惧其。不是为我，你私自动手，与我何干？王爷说的是，杀徐凤年是私怨，与青州无关。那就杀吧。不知何时何地动手。明日午后，城外芦苇荡。反正有人想办法，我急什么呀？阁下是哪位？出去！为何不出剑？阁下难道没听说过，若心中有剑，草木泥石皆可为剑的道理吗？没听说过。
浪费了。剑就是剑，草木就是草木，无知者才混为一谈。出剑！不急，剑未出鞘，才最有危险。这丫头是你的剑士？不只是剑士，还做的一手好酸菜。吴家剑种算是有福，这一代出了2位天才剑客。你还打不打了？不用了。这架打的，是不是有点莫名其妙啊？吴家这2个小鬼不错，有资格出手。是你。你又有机会了。明日午后，徐凤年会出现在城外芦苇荡，到时这位前辈会与你一起出手。这位是？我是王明银，天下高手排名第11名的王明银。王明银也在襄樊城。是的，有人把消息送到客栈，小二转递的。谁送的？小二说是个姑娘，笑呵呵的，没通姓名就走了。你知道是谁？想不出来。王明银又是哪个？天下高手排名，这一位，常年排在第11。这一般不都是10大高手吗？他不正好排第11吗？那岂不是活得很郁闷？天下这么大，能排到11位的，已经是顶尖人物了。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大概是来杀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和徐家有仇。多大的仇？拿来了吗？靖安王托我物归原主，算是份诚意。这盒子里是家兄王明阳的眼睛。王明阳，这名字这么耳熟呢？他是你们楚国当年的名将。对了，守城第一王明阳。守城第一，当之无愧。当年徐骁率10万兵甲围攻襄樊城，王明阳整整守了3年，襄樊才被攻破。这我听说过。城破之后，王明阳战死，西楚国运自此衰亡。所以如今王明银要杀你，是为了给他哥报仇。国战无私仇，战阵厮杀，死生有命。在当年1战之后，我曾说过，终此一生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徐凤年既然来了，就不用走了。那这眼睛又是怎么回事？王明阳先生临死之前，曾自挖双目，说想要亲眼看看襄樊与楚国未来走向何处。那一战之后，他的尸首被大火烧毁，只剩这一双眼睛留了下来。靖安王一向敬重灵兄，掌管青州之后，也一直有香火供奉灵兄。此次遗体交还王先生，也算是了却心事。他不还我眼睛，我也会杀徐凤年。那自然。徐凤年身边高手众多，更有骑兵保护，在下也会一起出手。凭你，小生不才，也带了些手段。福建红甲。除此之外，靖安王
还会调骑兵参与围剿。明日芦苇荡徐凤年必死。你知道有人要杀你，还出来闲逛？千年名城怎能不看一看？放心，就算要杀我，也不会是今天，更不会在城里。还是要谨慎小心些为好。狮子，不怕。是徐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见着睡觉呢。啊？哪家公子那儿顺来的衣服呀？还顺2把刀。回头苦主找过来，你别连累我啊。你小子呀，还是这个邋遢样啊，还没扬名立万呢。少废话，你要真有心，衣服扒了，换点酒肉，咱们俩好好吃一顿。寻点酒肉。哪儿过来的？早跟你说了，我是北凉世家子。不信。请用。麻烦你了，弟媳妇儿。温公子，您怕是误会了，我只是个丫鬟。姑娘这般人物，若是丫鬟，太没天理了。他是欺负你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收拾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到底为什么来相反？看上个小娘子，那啥想？又看上了。为什么要加个“又”字啊？我这次真喜欢。哪次不是？我懒得跟你说。哎，老黄呢？没跟你一块儿啊？老黄没了。死了？死了。老黄啊，好人呐。别人死活我不管，老黄这回我得去看看，来哪儿了？死在东海那边，没坟。嗨，跑那么远干嘛呀？那些年遇上你们俩的时候，老黄整天唠里唠叨的，我真觉得烦。现在不在了，还有点寂寞。是挺寂寞的。干嘛呀？你看你那样，老黄都得觉得丢人。有人来就得有人走，这就是江湖。那个，要是老黄在的话，这鸡腿轮不着我。我也吃不着啊。去他娘老黄，吃他娘鸡腿！老黄要在呀，鸡屁股都剩不下。喝酒了，记住了，
有人来，就有人走，这就叫江湖。怎么了？洪家，能不能找到弱点？要是从这个角度看，倒是有几个点可以尝试攻击，或许可以让洪家的行动迟滞一刹那。那就好。世子觉得福将洪家明年还会出现。如果要杀我的话，明天是个好机会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。世子既然知道危险，不如迅速的离开青州，继续东行。走不掉的。我既然让王林泉离开青州，景安王就不会轻易放我走。世子已经有了王爷的风采了，我可不想学他。魏爷爷，若是明天福将洪甲在线，还请魏爷爷劳心应对。哎，我再看看。世子，没必要守夜了。我已经和你说了，你母亲和林家的人和王勃一起离开青州，已经安全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你还留在襄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用跟着我。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。徐骁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本来就是把你和林家当做筹码。现在人我已经放走了，你没必要留下。你可以去找王勃，他会帮你安顿家人。可是我娘说我已经死了，没有资格姓林了。但毕竟你娘还活着，你没必要留在我身边。我杀过你，我也认过命。这全天下的人都说你们徐家是国贼，可最后给我们林家一条生路的，却是你们父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我也不知道我这一生做的这些事情，它有什么意义。但是我答应过你，我会用性命护你周全，就算是我这么失败的人，我也想说话算话一次。我不会走。
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不是让宁峨眉先带你离开吗？我干嘛要走？你听我说，明天芦苇荡，祸福难料，让宁峨眉先带你回母山岛，于右为和凤子营都在岛上。你要把我丢在岛上？当然不是，让你先行离开青州，然后再跟我们会合。那要是不顺利呢？不顺利的话，我估计就死了呗。你可以海阔天空，恢复自由之身。我不走。怎么回事儿？你这是要跟我共患难啊？如果明天真的到了绝路，我会亲手杀死你。徐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好，那也不错。不用要死要活了，有我在，你们谁也死不了。您怎么进来的？什么时候？在你们死死活活说情话的时候。老头，你疯了吧？我说我要杀死他呀！请你个鬼！我这是在放狠话。前辈找我有事儿，陪我出去逛逛。出去逛逛，咱俩。前辈到底是在逛什么？离开北凉前，徐骁求过我一件事。他说，如果事不可为，只要你开口，我就单独带你逃回北凉。我现在问你，要不要逃？其他人呢？我只剩一只手，只救得了你一个人。多谢前辈，我不想逃。你想清楚了，命就一条，死了就没了。我这人命硬。还记得那招一剑闲人跪吗？那怎么可能忘？我一直偷偷带使，但始终无法入门。无意的根本是什么呀？力量、速度、技巧，还有经验。天人柜是您最强的招式吗？我随手一剑便是最强。对。不过要说最擅长的，那当然是两袖清蛇。这是在等什么呀？等静安王妃。你送那么个
破珠子，写的信也如调戏一般。人家堂堂王妃怎么会来芦苇荡见你啊？就算他想来，靖安王也不会答应啊。恰恰相反，他或许不想来，但靖安王一定会让他来。王爷传令，请王妃单独跪灭徐凤年，为北凉世子送行。世子，我已安排了护卫，把于右卫送出了青州，其他凤子营全数归队。清点一下人马。是。凤子营已经和徐凤年会合了。凤子营到了，靖安王的铁骑呢？前辈，再等等吧。世子，少了3个人，在哪儿少？出发时人数还对，应该就是在芦苇荡出的事。我带人找他们。先等等，世子，凤子营不能抛弃同伴。不想害更多的人，就听我吧。来了。居然真来了，这算什么？连个护卫都不带，私会吗？你觉得靖安王为什么会让自己最宠爱的王妃单独来见徐凤年？你知道？我也想不明白。能猜到靖安王心思的，恐怕只有徐凤年那小子了。
侄儿送给婶婶的珠子呢？怎么没带着？多谢世子好意，守住奉还。这怎么还给退回来了？不喜欢，还请世子见谅。不喜欢就不要了。王叔有什么要交代的？这是他给你的。不能再等，徐凤年就要走了。铁骑怕是到不了了，出手还是暂退？动手。那边人太多了，引开他们。等一下还我，我若战死，替我把他埋在襄樊城外。我们也去了。吴先生，不拔剑吗？竹竿挺好用的。老狐狸。宋值千里，就4个字啊。王叔没说什么别的，他只让我把信交给你，其他未曾多说。或许他知道你要离开青州，这4个字算是为你送行吧。不对不对，这4个字有2层意思，但都不是送行。2层意思。第1层好解释。千里向下，视为九泉。王叔想要送你归西。信已送到，守住奉还，世子请自便，我先告辞了。婶婶下车聊聊。世子请自重。婶婶觉得自己还走得了吗？婶婶，请下车。世子说吧，想要聊什么？是我们的人，随我救人！等等，还等什么呀？那是北凉子弟，你心神已乱。魏爷，我去追！书修吕钱塘，跟着他。凤子营随行。女人一会儿坐这辆马车。世子究竟要做什么？此地危险，当然是保护婶婶。你胆子挺大呀，拽着王妃的手不放。我说过，徐家人不许再入襄樊。天下11，王明银。素闻王妃风度卓绝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凡呐。
丰年，这里无外人，你我叔侄相称便是。小侄见过靖安王叔。徐老兄虎父无犬子，我这儿子输了你一大截儿啊！王爷言重了。你与我的儿子在春神湖上闹了一些误会，我的儿子面子薄，不敢见你，只能是我和他娘陪着来了，让你见笑啊！还不认错？向徐兄请罪。都是误会，小侄哪受得起荀哥一拜呀？丰年宽宏，这就算饶过你了。哎，前辈去哪儿啊？上街逛逛。这个时候去逛？老的小的，全是狐狸，用不着别人担心。嘿嘿。靖安王就在那个院子里，要不要进去报仇啊？你不用这么守着我是不会冲动的。如今我的命只为守护徐丰年而活。王叔果然虔诚啊！日日念佛，定有菩萨相佑。但求明理增慧，能得善果。哎，对了，我听闻凤年前几日住到了抹山岛上，是住了一晚。哦，岛上王灵泉王先生是我麾下爱将，想不到与你相熟，可谓交友广泛呐。实不相瞒，王伯从在军中任职，他是我的长辈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那就让王先生多陪丰年几日，等你走了以后，再让他回府中办事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靖安王叔，王伯既是北凉旧部，那自然是要回北凉才对。落叶归根嘛，你说是不是？言之有理。是令尊的意思？这点小事儿，小侄自己便做主了。哎呀，北凉钟灵毓秀，丰年已然是徐氏麒麟儿，生犬子多矣呀。荆州才是人杰地灵，尤其是婶婶，真的好看。婶婶也信佛吗？
自家侄儿相问，不必拘礼。是，也有礼敬。那既是这样，侄儿应该寻串手珠送给婶婶。不必了。一片心意，婶婶切莫推辞。做年好意，不好推却。是吧？府中俗事烦扰，凤年呀，咱们改日再见。侄儿恭送王叔。等我寻到了手珠，就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。刚才我在街上瞧见王林泉了，但是他没来客栈，反而去了静安王府。王林泉，莫非有反复？箭在弦上了。什么？你来客栈，你爹知不知情？这与你有何关系？事关紧急，烦请实情告知。他不知道。有没有法子回母山岛？谁？我和你。船都被我爹扣着，你要回去找他就行了。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，咱们单独回去。你要做什么？你爹去了静安王府。你怀疑我爹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爹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迎我们上岛？从长远利益来看，他继续潜藏身份，对北凉更有利。还有，他为什么一定要把你塞到我身边来？难道你知道？他要救你的命。什么？徐凤年欺人太甚。父王，那王林泉怎么还要打电来见你？这自然都是徐骁的意思。徐骁？徐凤年毕竟年轻啊，刚才说话间，意思很明白。他是想让王林泉全家迁回北凉。王林泉暴露身份，不走也不行。王林泉走了，他徐凤年就走不了。现在看上去，我这边骑虎难下，放徐凤年走，朝廷就会猜忌我和北凉结盟；而杀徐凤年，徐骁必定报复。可实际上，徐骁还是给咱们留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路。留下王家？没错。王林泉已经摆明自己北凉暗谍的身份，把他们全家留在青州，就能够让朝廷看清咱们的立场。青州和北凉关系彻底闹僵，京城那边也就该让徐骁见驾了。想让朝廷放心，光扣留王家恐怕不够。是。要立场鲜明，就得灭了王家满门。
这也是徐骁部的觉悟。不然你以为王林泉为什么要堂而皇之的袒露身份？从他接徐凤年上岛那一刻，他已经做好了献出全家老小性命的准备了。把手下一家全都送上断头台，徐骁好狠心。如果这点狠心都下不了，徐骁就没资格下这盘棋。不可能，不然你爹为什么急着让你跟我走？跟你走才能救我的性命。毕竟为人父母。这都是你爹的计划，我们王家一开始就是弃子。现在回母山岛，我才能救下王家。我徐凤年从来不打算按别人的规则下棋。行，我们走。你们几个留下，别让别人知道我离开客栈，我速去速回。保全王家，世子怎么离开青州？不走徐骁给的路，我就自己移山填海，造条新路出来。给王先生上茶。怎好劳动王妃？这么多年，王先生助我良多，你受得起这杯茶？谢王爷，王某此来所求不过是世子东行，想必王爷已了然于胸。有人走，就得有人要留。我留下。你一个人可换不了徐凤年。小女年幼，恳请留条生路。除此以外，王家满门都愿意留在青州。说是满门，就不该手软。哎呦！好，就按王爷的意思办吧。我这就回岛，将家人前来相伴。你们人一到，我即刻派人送徐凤年出青州。你不恨徐骁吗？你不懂什么叫北凉军。北凉可畏，在于人心。你下去，好好想想。
茶。起来！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你再跟徐瘸子的杂种多聊两句，你是不是魂都丢了你？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他摸了你的手？你这个贱人，你是不是觉得心里很欢喜？啊？我既是贱人，就不配做王妃了。瑞儿，我能等你了。不等。你若真心恨我，为什么不去死？我怕死，所以嫁你。滚！你若落泪求饶，他或许会停手。多谢世子。没船啊。